全世界人口平稳发展的同时，有真侪发生战乱的国家，儿童却渐渐伫咧减少。米兰时尚发型为了响应世界灯梦会，G20领导救援行动，调集全台34间分店，号召1000多名员工、顾客以及家属体验G2 12小时活动，并且募集20万的救难救助金。要来帮助世界上可怜的囡仔。我们米兰团队的伙伴们，真的是非常的用心的哈。那我们也要真的很感谢大家一起来呼吁一起来邀请我们的顾客，包括我们的亲朋好友，一起共同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饥饿营队的一个活动。那我们也在各位的号召底下，我们顺利的达成了我们1000个人次的共同参与这样子的一个饥饿的我们的营队这样子的活动。我们今天在我们这栋大楼里面就有将近有200位，我们一起共同饥饿。我们在我们盐水的南农科技大学也有我们的同学们我们的未来即将进入到我们米兰团队的有50位。跟着我们一起饥饿，那也有我们的顾客，也有我们的家人，也有我们的好朋友，一起一样的在今天，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样子一个饥饿了哈。米兰时尚发型今年已经是第7届响应G2 领导救援行动，该店总裁许汉忠长期关心弱势，这届世界人口日配合世界灯梦会，关怀贫苦落后国家的囡仔以外。也希望借着这个活动，呼吁民众应该重视珍贵儿童的生命权。另外，世界灯梦会也希望会当有更加侪爱心人士来响应G2 的行动。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BB 宽屏120枚，每月只要888，让你极速爽标网，办再送1000元购物金，快拨打电话订购，送行412881，3冠网412833。